Hello， 咁多位朋友嚟感受下讀心術先。喺我手度咧有副啤牌，轉頭咧幫我諗一張。不過唔好諗最底嘅呢隻梅花十。OK， 好啦，準備好之後咧，望住呢度啊，嚟3、2、1。OK， 係咪已經心入邊諗住一隻啦？嗱，我相信咧，你應該揀嘅咧就應該唔係最面頭嘅呢隻階磚十啦，係咪？但係唔緊要嘅，望住呢個位置。葵扇八係咪你諗嗰隻咧 ？Hello， 咁多位觀眾，我咧係嚟自香港嘅讀心術師 Zenwick。咁今次咧，我會喺領航星號呢度咧，為大家獻上2個讀心術嘅專場。第一個咧就係喺星作劇院嗰度上演嘅 Cyber Mirage。呢一個咧係一個高科技嘅讀心術表演，非常之特別，難得一見嘅。咁另外咧，平時我亦都會喺中庭嗰度咧同大家進行互動。咁喺中庭嗰度咧就係一啲經典嘅古典嘅讀心術，叫做 The Mind Seer。2個都係難得一見嘅表演嚟嘅。咁就歡迎所有嘅觀眾咧，快啲嚟支持下我哋啦！